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12月10號，我係 Anna，去咗尖沙咀食88蚊意大利煙三文魚手工即製意粉套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尖東港鐵站 L5 出口，經過行人電梯、新太陽廣場、商場、扶手電梯上一層轉入。行多啲，廣東道30號 DBS 對面門口都擺放咗一棵好靚嘅聖誕樹嘅。今日係去新港中心嘅大食代，要落兩層扶手電梯，沿途嘅聖誕花裝飾佈置好靚。創辦人廚師嘅金句 Cooking is chemistry, I turn into art to spark joy 幾有意思。呢間意大利人嘅餐廳係新開嘅，側邊有個精緻嘅蛋糕冷櫃，都寫住 First Handmade Pasta。今日嚟試下呢個位於大食台嘅 Italian Corner。店鋪嘅頂部係擺放咗不同食物嘅餐牌，仲有電子水餐牌，有齊5款 pasta 嘅 demo 做得好靚。台面都擺放咗88蚊全日套餐同各款美食嘅餐牌，供大家參考。台邊都擺放咗樹人公仔同聖誕裝飾，非常之吸引。店鋪前邊呢都擺放咗啲座位同埋掛畫，都幾有歐陸情調。88蚊一 set 嘅 pasta 套餐呢，賣相都幾靚，飲品另加10蚊。我係揀咗煙三文魚奶油寬條麵，有幾款選擇嘅，可以選擇意粉、扁意粉、細通粉同扭粉。奶油醬嘅味道呢，調校得唔錯。呢啲闊條嘅扁意粉呢，沾咗奶油醬呢，相當之惹味好食。煙三文魚呢，味道同質感都唔錯。建議係食寬條嘅扁意粉，柔軟煙韌好食。煙三文魚呢，份量都多嘅，配埋呢個奶油係絕配，惹味好食。同樣呢個寬條嘅扁意粉呢，配埋奶油醬係冇得輸。4款小食呢，我係揀咗炸魷魚圈嘅。魷魚圈呢，吉落去都知道好脆噶啦，佢係配咗呢個蛋黃沙律醬，非常之啱配，酸酸味味，甜甜地咁。魷魚圈呢，外皮都炸得好脆脆嘅，唔係好多粉。魷魚呢，裏邊呢都好嫩滑，又唔韌嘅。師傅呢，控制得火候啱啱好嘅，唔會過火。好快就 Q 好咗成碟啦！魷魚呢本身冇乜味嘅，點埋沙律醬食呢一流。最後呢，食埋我最中意嘅 mini tiramisu， 正宗意大利口味，但係就略帶少少甜。88蚊意大利風味嘅 set meal 超值抵食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